如果你屋企養緊呢一類型大型犬，或者活動量比較多，例如金毛、拉布拉多、牧羊犬；如果你屋企養緊呢一類型腳短、身長、髖關節容易有問題嘅狗狗，例如哥基、鬥牛犬，或者有關節問題嘅老年犬，呢一集一定幫到你。喺開始四大淋巴結按摩之前，大家必須要先打開咗淋巴結嘅出口。呢個關鍵嘅步驟會令效果事半功倍。咁淋巴結出口係喺左肩胛骨嘅前緣，大家可以好似我咁，由上而下來回8至10次，先打開咗淋巴結出口。打開咗淋巴結出口之後，我哋可以開始第一個淋巴結按摩。第一個淋巴結係頸部淋巴結，佢係位於下顎，負責過濾頭部同埋頸部嘅淋巴液，清除毒素同埋廢物。呢度亦都係免疫系統嘅前哨站，負責檢測同埋對抗口腔、耳朵、呼吸道嘅病菌。我自己喺按摩頸部淋巴結嘅時候，喜歡由耳朵嘅下方開始，來回8至10次。呢個手法可以照顧埋耳朵下方嘅血管同埋穴位。我遲啲會另外拍一集專門講解頭部嘅唔同穴位。根據2014年嘅文獻，按摩頸部淋巴結可以喺10分鐘內將頸部肌肉緊張度降低30%，改善返放鬆嘅狀態。下一個淋巴結係腋窩淋巴結，顧名思義就係胳肋底。喺按摩腋窩淋巴結嘅時候，可以分開兩邊嚟做。我自己習慣打開雙手，用手指同食指去發力，感受狗狗嘅跟腱。記得要剪指甲，唔好整親狗狗。你亦都可以揸緊拳頭，用手指嘅第二節去按壓腋窩。我一般會照顧埋狗狗嘅手臂、前肢。根據2013年嘅文獻，按摩腋窩淋巴結可以幫助到前肢血流增加20%，特別有助於運動後嘅肌肉恢復。下一個淋巴結係鼠蹊淋巴結，亦即係狗狗嘅大髀內側。你可以使用拳頭第二關節去按壓大髀嘅內側。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手指去感受狗狗嘅跟腱，由下而上，無名指同尾指去發力。緊接地，我都會照顧埋狗狗嘅大髀。下一個淋巴結係膝窩淋巴結，佢嘅位置係喺膝頭哥對上同埋對下。按摩呢個位置嘅時候，可以選擇喺狗狗平坦放鬆嘅情況下，好似畫面咁，一揸一放，一揸一放，
去促進返狗狗後肢嘅血液循環。根據文獻，按摩膝窩淋巴結可以幫助狗狗嘅後肢淋巴循環增加18%，特別對手術後有關節炎嘅狗狗同埋老年犬特別有效。今日4大淋巴結按摩就嚟到呢一度。如果你哋鍾意呢一集戶外拍攝，記住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。穴位按摩就係咁簡單。大家好，我係 Kisser。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啦，收工㗎啦，行啦，去街。